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品心語。情緒導師呢句話，各位要記住，你唔係邊個嘅情緒出口，唔使無限接收人哋嘅情緒風暴。如果你都曾經過度共情，記住，你唔係海綿，你係朵花，都需要陽光同水分。記住，你唔係情緒嘅容器，有權選擇，有權休息，有權快樂。你唔使成日聽人講，你都可以被人聆聽。佢個心永遠有盞燈長着，嗰度係朋友心目中嘅避風港。每次閨蜜同男友嗌交，實會冚佢門鐘。公司同事遇到工作樽頸，慣咗食晏嗰時同佢傾訴焦慮。阿媽仲當佢係情緒垃圾桶，日日喺度呻街坊嘅不是。佢書台櫃桶塞滿抗焦慮藥，但依然溫柔咁為每個訪客沖茶。冇所謂，你講，變成口頭禪，好似講得多就會說服到自己。直到有一日放工，佢喺地鐵月台突然頭暈，手腳麻痹，全身冇力，呼吸困難。急症室嘅白光燈下，醫生就曬眉頭問：你知唔知自己1年內已經第3次咁樣送院？醫院診斷係過度換氣症候群。急症轉去普通病房之後，安排咗每日心理輔導。第一次見心理治療師嗰陣，佢機械式咁接緊紙巾，呢個係佢嘅習慣性動作，冇意義咁重複做緊。過度換氣症係身體向你求救。心理治療師副圓框眼鏡，反光出病房嘅冷光。初時佢仲成頭問號，之後就好似高壓煲嘅放氣閥咁，終於俾情緒蒸汽頂開咗。佢冇意義咁接嘅紙巾，終於有用啦。心理治療師用彩色咩霧紙幫佢分類，粉紅色係接收人哋嘅情緒，藍色係自己嘅感受。結果病床台面啲粉紅咩霧紙多到瀉，藍色就少到好似沙漠入面嘅綠洲咁。心理治療師用生物回饋療法，喺佢手腕黐住監測貼片，熒幕上上落落嘅波紋揭穿秘密。每次接收負面情緒嗰陣，佢嘅呼吸頻率會突然快3倍。睇下，呢個就係身體嘅求救信號。我哋要教識橫膈膜，咩先係真正嘅深呼吸。用4-7-8呼吸法截停過度換氣，吸氣4秒，閉氣7秒，呼氣8秒。天然鎮靜劑會令情緒暫停。心理治療師叫佢瞓低，喺肚腩放本輕飄飄嘅書，學識用橫膈膜呼吸，唔係用胸肺。當本書規律咁上上落落嗰陣，你嘅自律神經正喺度重新校準。由播預先錄好嘅抱怨錄音，同時間監住血氧度數。每次呼吸變淺，心理治療師就會引導佢。而家將人哋嘅情緒當做雲，你係有根嘅樹。仲教佢用認知行為療法介入情緒過濾器練習。喺筆記簿畫兩欄，佢嘅問題同我嘅責任。身體地圖繪製，用紅色標注住低情緒痛位。強迫症阿媽嘅埋怨，同事呻嘅時候，胃痛其實係潛意識話我頂唔順啦。藝術治療，有次會談用情緒泥膠嗰陣，佢搓咗好多粒落去嘅容器。心理治療師突然拎出金箔，而家請你補翻其中一個。佢手都震晒咁將金箔黐落裂痕度，完成第一件自我修復作品。心理治療師仲提佢出院後要繼續練習，要帶住呼吸提示石，光滑嗰面黑呼，粗糙嗰面黑吸。手機設定情緒體檢鬧鐘，每日定時自問而家嘅呼吸為咗邊個而咁急促。每周做感官重設，將塊面陷落剛曬完嘅毛巾度深呼吸，只係專心聞陽光嘅味道。3個月後嘅部門會議，老細突然發爛渣嗰陣，佢正冇意識咁轉緊手腕上嘅呼吸提示石。當阿媽來電搞到佢手指抽筋嗰陣，心理治療師教過佢將手心貼住心口。而家個心跳屬於邊個？係阿媽嘅怒火，定係你怕拒絕嘅驚慌？
佢第一次分得清兩者嘅界線。佢唔係心理學家，唔係輔導員，亦唔係情緒治療師，但佢嘅生活早就做人哋嘅心靈診所。朋友失戀，第一時間揾佢傾訴；同事壓力大，慣咗同佢訴苦；屋企人情緒低落，實喺佢面前爆喊。佢聽，佢明，佢安慰，從來唔拒絕，從來唔逃避，成日話我喺度，以為咁係善良，以為咁係成熟，以為咁係愛嘅表現。懷疑承接嘅悲傷、焦慮、嬲、失落，到底有幾多係真係屬於佢？好似一嚿海綿，吸收住人哋每一滴情緒水珠。太過共情，反而唔記得自己都需要乾爽。開始學識分辨，邊啲係人哋嘅情緒，邊啲係自己嘅感受。開始學識沉默，唔係冷漠，而係留返啲空間俾自己。開始學識拒絕，唔係自私，而係保護自己唔再被淹沒。開始喺手機備忘錄度記錄每日嘅心情，寫低嗰啲從來未發出去嘅信息。自己都會攰，都會脆弱，都會需要俾人理解。唔再逼自己做邊個嘅避風港。開始起返屬於自己嘅小屋，有時都仲會聽下人哋傾訴，但唔再好似以前咁，將啲瑣碎事、煩人事都擺入心入面。仲願意聽，但唔再無限咁背晒；仲願意陪，但唔再唔記得自己都需要人陪；仲願意付出，但唔再忽略自己嘅界線；仲願意理解，但唔再委屈自己嘅感受。真正嘅善良，唔係犧牲自己去成全人哋，而係識得照顧自己，先有能力照顧人哋。真正嘅成熟，唔係壓抑情緒去維持和平，而係坦然面對，勇敢咁表達。真正嘅愛，唔係無條件咁接受晒所有情緒，而係有界線咁守護大家嘅心。真正嘅自由，唔係逃避責任，而係喺選擇入面活出自己。真正嘅勇敢，唔係乜都唔驚，而係明知會痛，仲願意向前行。有時善意都要識得為自己劃界。當你唔再無限咁背住人哋嘅情緒，先至可以真正咁擁抱自己嘅感受。共情唔係犧牲，而係一種有界線嘅愛。唔好再俾人哋嘅風暴沖走你心入面嘅晴空。你唔係邊個嘅情緒垃圾桶。請問你今日嘅情緒係你自己嘅定係人哋嘅？你有冇好好照顧自己啊？今集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可以俾你啲啟發。鍾意就點個讚，分享出去，訂閱小品心語，唔再係背住二手情緒嘅人。你唔係情緒嘅容器，但生活到變咗人哋嘅避風港。過度共情係靈魂最靜默嘅自我犧牲。對於今集內容有咩想講，留言分享下。你嘅一句留言可能會鼓勵到其他人。多謝支持，下集見。